兄弟喺邊？在你廣東朋友家呢。哎，你等等啊，我找個凳子坐。哎，這裡有個舊舊的，就它吧。係咪黃冚冚個凳面有啲卡通，跟住有串英文印住 vacation 嘅。你會天眼通啊？廣東祖傳嘅凳仔啊嘛，咁好多人屋企都留住嘅。你跟住啲啊，啲咁嘅歷史悠久嘅，跟住坐歪啊。這歷史能多有？起碼40年打上吧。這凳子都能當我爸了呀！哎，這凳子上面還有這小鐵棍呢，這形狀好奇怪啊！這小孩的玩具嗎？嗰個人哋屋企門匙嚟噶。誰家好人鑰匙長這樣啊？廣東人金屋嘅大門鎖匙都係咁噶啦，歷史文物嚟噶嘛。插入個門窿度向上一剔就可以開門啦。不過我哋細個都用手指開。嘿，這床上還有個好可愛的枕頭，紅色藍色相間嘅熊仔圖案啊嘛。廣東人細個幼稚園統一花紋。哇！桌上還有個黑黑的杯子，係佢屋企嘅米杯吧？應該從佢阿爺嗰陣用到而家噶啦。你千祈唔好攞走啊！你攞走咗人哋都唔知點落米。哇！還有個大風扇，鑽石排風扇都係全家寶嚟嘅。感覺我好像來了一個博物館一樣，物闖天家呀！廣東人屋企係咁噶啦，好多舊嘢都一直傳承嘅，唔抌嘅。以前啲嘢襟啲啊嘛。哎，不說了，我先去扔垃圾了。抌咩垃圾啊？我剛看到桌上有幾塊黑黑的東西，感覺是垃圾，我就幫他扔了。佢屋企有冇潮汕人啊？他乃是，怎麼啦？我即刻幫你訂機票，快啲着草啊！